没有，他3月就会回来了。现在确定小杰与小爱的婚姻是再也回不来了。福原爱与江宏杰自3月闹婚变，家丑隔了1季之后终于落幕，双方8日透过经纪公司发声明，宣布正式结束近5年的婚姻，未来会共同监护2个孩子。差不多4岁就在镜头下一直是这样过来的，然后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心里话掏出来给大家说过。这小爱换取自由身的代价可不小，日媒爆出她不仅要付高达约台币5000万元的赡养费，和小杰在高雄共同持有的3900万豪宅也要一起瓜分。我最近有个新的称号。回档后的小杰将 IG 上的字界小爱的老公改为桌球选手江宏杰，划清界限。而小爱呢，则是在微博发文，一直温暖守护，鼓励着我，并给我力量。中国的球迷，很抱歉，因为我的私事给大家带来困扰和麻烦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意外第3胎应该不会吧？福原爱与江宏杰在2016年结婚，2人生了一对可爱儿女，但外界怎么也没料想到，这对被誉为桌球界的金童玉女看似幸福美满，竟因为女方被日媒爆出同时搞不认近5年多的婚姻就这样拜拜了。我们知道的事情就好啦，对啊，就不会去想太多，对啊。小杰原本还期望小爱能回头，但终究福原爱并非死了都要爱江宏杰男方也就彻底死心，4月底向法院诉请离婚，2个多月后正式挥别小爱老公的身份。这回档后的小杰当晚也在脸书写下心情，谢谢大家关心，我很好哦，请各位不要担心我，今天开始就有新生活了，我会带着大家的祝福一路走下去。我会不会不够 man 啊？朋友都说我看起来很弱，是不是要晒黑一点？古彦君，快别这么说，39岁的你还是很 man 很帅呀！尤其当你一抛出鲜肉时期嫩照，一票艺人朋友粉丝个个夸赞你呢。没有变，满满的胶原蛋白现在比较帅。修蛋姐，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古彦君年轻时很像那个谁？6歌手王力宏、港星王嘉尔、大陆鲜肉宋威龙以及鲜肉歌手夏之光，看官们有吗？有像吗？人家当年还是梁静茹，可惜不是你的 MV 男主角呢。是说大家应该快忘记古彦君当年也是歌手出道的吼。